喺我哋嘅生活中，每一日都要用水，例如媽媽煮飯要用水，沖涼要用水，洗衫都要用水。不過，你知唔知用過嘅水會跑到邊度呢？聽講，佢哋好似跑去黑漆漆嘅水管入面探險，嚟睇故事，進行一場下水道嘅歷險。HY Story。下水道歷險記。我哋每日嘅生活都要用水，陪伴我哋一齊沖涼嘅鴨仔都要用水。但係，已經用過嘅水會流到去邊度呢？你知唔知佢哋嘅去向？如果沖泡泡浴嘅時候，鴨仔唔小心喺浴缸嘅小洞溜走咗，點算好？唔使擔心，你睇，鴨仔非常勇敢，佢乜都唔怕。浴缸嘅排水管連接住整棟樓嘅排水管道，稱為通風樹管。哇，係高空彈跳啊！廚房同廁所排水管道入面嘅垃圾都會喺通風樹管流出嚟。仲有好多朋友都同鴨仔一齊被沖出嚟啦。佢哋游啊游啊，游到去一個既黑漆漆又臭氣沖天嘅地方，嗰度仲冒住咕嚕咕嚕嘅黑色氣泡，好恐怖啊！建築物內嘅所有污水都會聚集喺呢個污水處理槽，入面有各種嘅污水同垃圾。城市街道有好多排污管，呢啲管道入面嘅廢水都會流入更大嘅污水管。鴨仔繼續向前游，佢乜都唔怕。經過巨人般嘅下水道工人，鴨仔仲係好勇敢地前進。鴨仔穿越咗黑漆漆嘅隧道，游到去一個叫做污水處理廠嘅地方。攔污山係污水處理廠用嚟攔截固體垃圾嘅設備。鴨仔仍然繼續前進，連攔污山都阻擋唔到佢前進嘅決心。鴨仔游到去曝氣池，水入面又咕嚕咕嚕咁冒住泡泡。曝氣池可以將污水入面嘅細菌分解成有機物，所以會不斷冒住泡泡。氯化池係喺污水中注入氯氣嘅池，喺呢度99%嘅細菌都會被消滅。哇啦哇啦，一堆好朋友都嚟助陣，鴨仔變得乾淨好多啦。而家跟住鴨仔一齊冒險嘅水朋友，亦都變得比較清澈潔淨啦。更重要嘅係，鴨仔又同主人相遇啦。故事小百科：點解下水道嘅蓋係圓嘅？因為圓形嘅蓋四周受力均勻，唔容易損壞，亦唔容易令人受傷。下水道工人成日要由井口落去工作，圓形嘅井口會比較安全，亦更符合人嘅身體構造。
而且有稜角嘅形狀容易令人受傷或者卡住。圓形嘅蓋比較冇咁易喺洞口掉入去，如果係方形同長方形嘅蓋就容易跌落去。用滾動方式搬動圓形嘅蓋，會比搬動有稜角嘅蓋較容易同省力。污水排放流程圖。通風樹管。房屋建築中連接住抽水馬桶、水池同浴缸等用水設備嘅管道，一端通向污水處理槽，另一端延伸至樓頂，能夠將污水嘅臭氣從樓頂排出去。污水處理槽。埋藏喺房屋底下處理家庭污水嘅池，喺污水處理嘅初級設備。排污管。埋藏喺城市街道下面嘅主要排污管道，匯集咗家庭及城市街道嘅污水，並集中輸送到污水處理廠嘅管道。污水處理廠。對城市或工廠污水進行沉澱、過濾、殺菌等淨化處理嘅地方，一般都修建喺郊外地勢較低嘅地方。報氣池。令污水中嘅細菌充分分解成有機物嘅污水處理池。氯化池。喺污水入面加入氯嚟殺菌嘅污水處理池。呢個就係污水排放嘅整個流程。你學識咗未？小朋友，而家你哋知唔知道用過嘅水會去邊度？試諗下，如果冇水，我哋嘅生活會變成點呢？快啲同爸爸媽媽分享你嘅想法。故事結束了，多謝你的收看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和分享。聽聽音樂，放鬆心情，準備睡覺。我們下次再見，晚安。